今年係鄧麗君逝世15週年，大會特別準備咗一個向鄧麗君致敬嘅環節，請嚟近期喺網上熱爆嘅嚴奕格演繹鄧麗君2首嘅名曲。咪睇佢年紀輕輕，佢係舊年台灣超級星光大道總決賽嘅冠軍，對住咁大場面，一啲都冇怯場啊！身邊捉嚟咗歌手嚴奕格啊 ，Janice 你好。你好，大家好。Hello， 大家好啊嚇。咁咧，我就想先問你，一息間咧你就會演繹2首啊鄧麗君姐姐嘅經典嘅。咁我知道啦，其實咧你應該都同阿鄧麗君唔同年代嘅喎，因為咧你年紀比較輕。咁你喺唱呢個歌嘅時候咧，點樣去演繹當中嘅神髓咧？其實我就都好緊張，因為佢啲歌都好 classic 啦，好 original。咁其實我覺得係冇人可以唱到佢嗰種 mood 啊，嗰啲 feeling。咁反而我就覺得用翻自己可能細個啲嘅嗰啲心態去唱咯，係啊係啊。其實咧，我知你喺台灣都演出慣㗎啦。不過咧，鄧麗君小姐咧係 superstar 嚟㗎嘛，好多樂迷都好中意聽佢唱歌。尤其是今日啊，我哋第33屆10大中文金曲入邊咧，好多觀眾會睇到㗎喎。緊唔緊張？大唔大壓力先？好緊張，因為今次係第一次喺香港公開演唱啦。咁一唱就係唱 Like Teresa 鄧麗君小姐嘅歌，咁大家都好熟悉啦。So 唔係即係點講咧？我 try my best 唔好俾自己咁大壓力咯。Just do what I can。如果沒有遇見你，我將會是在哪裡？日子過得怎麼樣？人生是否要珍惜？也許認識某一人，過着平凡的日子，不知道會不會也有愛情甜如蜜。任時光匆匆流去，我只在乎你，心甘情願感染你的氣息。人生幾何能夠得到知己？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，所以我求求你，別讓我離開你，除了你我不能感到一絲絲情。
謝晒嚴奕格同埋徐偉賢啊， Thank you 以歌聲同埋琴聲同我哋懷念我哋最愛嘅鄧麗君，你哋合作得非常之好啊嚇 ！Thank you，Thank you。